擔心病復康嘅反思，我將佢分為4個部分啦。第一部分就係今天所聽嘅靈心新嘅探索。原來生命係可以好多探索嘅，係可以好多感悟俾我哋啊。當我哋擺時間靜安靜嘅時候，第二部分就叫做身體嘅復康反思，關於到藥物啦、非藥物同埋一個運動、大自然等等，點樣幫助我哋去康復。第三部分係心靈方面，心緒、思緒方面嘅，當中包括咗題目嘅，我讀俾大家聽一聽。信心與懷疑啦，動力喺邊度呢？信念同埋信仰嘅關係，對康復點樣重要性？操練同埋堅持，自律同埋自由，喜樂嘅心同埋保持正向係好重要啊！生命目標冇異象嘅時候，又點樣去復康呢？合乎中道同埋中庸之道。而最後一部分，第4部分呢，關於靈方面，講到由邊度開始講起好呢？邊個係真正嘅醫生？包括呢幾部分。好，多謝大家。咁希望稍後大家仲繼續聽同埋收看，以至能夠得到我嘅分享同埋領受。拜拜，多謝各位。